你们这是？爸，您知道这张照片里的人都是谁吗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出了什么事了吗？我朋友偶然看到这张照片，看上面有我爸，就发给我了。我对我爸的过去并不了解，所以问问您。这只是当年商会的一张普通照片，没什么特别的。知道了，那你早点休息吧，晚上看书对眼睛不好。好。儿子快出生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上次的事情，也没几天了，我怎么着也得看着出生吧。这次回去啊，我也请几天假，和我老婆也要一个，最好是女孩。女儿好，女儿长大了嫁给我儿子。等，谁打你这？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干嘛？我想上厕所。我现在要洗澡呢，憋着吧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憋不住了，你让我进去嘛。不让你进，你还去？爸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老婆，你冷不冷啊？我不冷，老公，你别着凉就行了。哎，爸，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进去了。好了，你们快进去吧。晚安。哎，好。放开，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。如果你不行的话，我们真的可以搬出去住。搬出去住？可是爸爸现在身体这样，搬出去住合适吗？我家就在附近，我们有什么事随时可以回来。真的要搬出去住啊？难道你想每天在爸爸面前装恩爱吗？我才不想呢。我更不想。我先上厕所了。哎，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刚才这2个箱子可是我搬的，这2个箱子该你搬了。妈这个那个，哎，少来！我告诉你，你小点声，要是把大嫂吵醒了，我告诉你，没你好过的事。老大他也管不了，行吗？大嫂，呀，搬吧。我一睁眼，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哎，你要搬家，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吗？睡那么香，哪敢叫你啊？那你也不用这么着急。哎，我昨天才说的要搬家，你今天一早就把人叫过来，你……那我爸知道了吗？当然知道啊，我跟他说呀，我想跟你过2人世界，他特别高兴。谁要跟你过2人世界？你……大嫂，你多雨先躲。对。辛苦了啊。那你先搬，我还要上班，没时间跟你废话。我的私人物品不许让他们乱动。小九，辛苦啊！不是老大，这女人可真麻烦啊，光这点衣服就这么多。你庆幸吧，你这就是搬个卧室，你这要搬全家。
哎，老大，你那房子够大吗？装得下吗？放不下也得放，你们辛苦一点啊。我还得去公司上班，待会儿冷风和车回来了再回去吧。知道。走了。睡。哎，不是你怎么一身懒肉啊？睡什么睡？老爷子还在那，重点形象行不行？怎么了？我们是负责保他女儿安全的，你这睡会沙发还不乐意了？起来！那还一盒子没看见，搬出去。小九辛苦了。胖子。保安，你给我过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自己看。在你们车库停了一上午，就被划成这个样子。我一上午在这巡逻，除了停车人没看见别人。谁知道你去溜号还是去巡逻？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我这车是被谁划的？是你自己划的吧？我停的时候好好的，你的意思我是在讹你们了？反正我没看见别人划你车。嘿，你这什么态度？少给我废话！我的车在你们车库被划的，你就得赔钱。要是我不赔呢？呵，你这小保安还挺横的，看来我不教训你是不行了。你给我等着！谁呀？进来。段飞，段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云总送晚饭。段飞，这里你不能进来，把东西放下，你先出去吧。云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管教下属不严。窃取红顶资料这件事情，干得确实漂亮。只要能慢慢瓦解红顶的势力，我当然会拼尽全力来协助你。既然这样，就让我们大干一场吧。你怎么又迟到啊？哎，算了。老大，真的谢谢你，要不然因为你，我们也不能过几天舒服的日子。我不像你们那么轻松。行了吧，段飞，这应该是你最有意思的任务了吧？娶了一个不近人情的母老虎，有什么意思啊？那是因为你跟他还没产生感情。就是，你看我跟马姬。我呸！哎，又一只母老虎哎！好了，说正事的吧。马季，你是数字专家，如果是你破解红顶的网络，窃取公司机密文件，你需要多久？是有一定难度啊，5秒。5秒？哎，老大，你该不会是想让我进入红顶的网络系统吧？不是，已经有人这么做了。查出来谁了吗？还没有。交给我吧。拜托你了。没问题。来。老大，老大，看上了。听说他最近天天来，而且天天泡有钱人。谁要是跟他搭讪，也请他喝最贵的酒。哎，哥几个，你说现在的女孩都怎么了？是啊。什么情况？算了，甭理他。来，喝酒。那个，上次的事不好意思啊。怎么是你啊？走开！我只是想道个歉。你有毛病吧？好好道什么歉呀？你忘了，我们在车库。我不需要，可以吗？
走开。不觉得恶心吗？段飞，我告诉你，我用不着你教育。恶心，你知道什么叫恶心吗？你现在就是。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特高尚？拉倒吧你！你不过就是一保安，小屁崽。哟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老大，你可是结了婚的人啊，你得安分一点，小心老混蛋收拾你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接这个任务了。喂，忙完了？今天的事特别多，所以忙到现在。你过来接我去新家吧，我找不到路。好吧。少爷回来了。哦。爸，我回来了。来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瘦多了，看来在国外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啊，回来就好啊。高进呐，吩咐下人做饭，给少爷接风。是啊。哎，爸，现在公司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回来就先休息几天，过两天再谈工作嘛。我在国外这么多年可不是白学的。是啊，待会儿回屋先歇着，等吃完饭啊，今天一定要早点休息啊。这就是你找的地方。虽然很小，但住起来应该很舒服。以后这片地盘归我所有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上这个床。卫生间使用呢要用空气清新剂，一定不要用薰衣草味，然后再用消毒液把马桶刷一下。这个地毯我不喜欢，你快去把那堆乌七八糟的东西给我扔了。扔的时候记得带上内飞吧。天哪！还有这个台灯，你是找了整个天还是在找一个这么丑的台灯吗？以后再让我看见这床上有这个，还有这张床，以后再让我看见它，你就不要。我平时的工作真的很忙，所以呢，以后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来。当然，内衣我可以自己洗。哦，还有那个衣帽间是我私人所有，你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许出现在里面。那你还有什么想法吗？是啊，没有就好了。那我也挺累的，就早点休息吧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周到等下去。不是，这么大的地方都是你的地盘，我到底去哪儿啊？哦，看起来软绵绵的还不错嘛，看我多替你着想。完了。